有關這個金華城的弊案，台北市議員尹小薇是被判刑15年6個月。台北法院所公布的影片，會當看到尹小薇在去年底出庭的時陣，講伊當年真窮，是台灣10大明星，根本就無欠錢。伊閣話冤枉，講伊無貪污。伊甚至有幾若解，講到腦光啊甜，甲審判長話話，請用虎頭鍘來斬檢察官林俊賢。其實我最紅的一部戲叫做《包青天》，這個劇讓我現在回想起來，就像今天的金華城案一樣。報告審判長，我勇敢地告訴您，我真的很希望你們就是現代包青天，最後應該虎頭斬開鍘林俊賢。檢事激動到聲音衝破喇叭，台北市議員尹小薇在金華城案審理的過程，額頭看手好，講家己無食錢。我18歲就從事演藝工作，我主演過太多經典名片了。當年我一天就可以賺3萬塊，工地秀剪一刀我就可以賺100萬。我曾經被評價台灣10大明星之列，留過去做藝人的代志，講已經欠真濟錢銀，根本無迄個收紅包的動機。佮講甲好出聲音，律師趕緊摕衛生紙來安大伊的心情。我是為何錘心刺痛也要熬到等到最後還我清白？我上有母下有女兒，我是以第1名的成績當選中正萬華的市議員。只要司法能夠看到曙光，還我們清白，一如我當年洗盡鉛華退出演藝圈一樣，我只要清清白白。過去搬戲，讓人印象深。在這法庭講家己有理，網友攏感覺親像在念台詞。刑法討論呢，閣有在法院旁聽提一個椅子，親像困甲真路邊的民眾黨主席黃國昌。大家有沒有發現那個鏡頭是往下拍的？我的公務上面許可，我都會親自到庭去聆聽，我就是要掌握。請問檢察官們，你們到底有什麼樣實際的證據？檢事辯論公開在咧網絡頂，讓外界看清當時檢辯攻防，一句來一句去回辯。Hello， 我是林純佩，想要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或是體壇動態嗎？趕快按讚、訂閱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的 YouTube 頻道。